大家好啊，又係蛋網的鐘錶世界。之前呢，就有啲朋友可能對我測試呢個測標儀呢就有少少疑問啦吓，咁或者我都試下嘗試好簡單咁樣應用一下呢個測標儀啦。咁我就用翻呢個測標儀嘅6位測試嘅方法。咁其實咧就攞一隻錶，通常咧我哋手錶咧，其實就你可以分成呢個位置叫做12點位啦，呢個叫6點位啦，呢個叫3點位，呢個叫9點位啦嚇。咁樣咧就係代表玻璃，即係個 crystal 向上啦。咁樣咧就代表嗰個 crystal 向下啦咁樣。咁6個位咧其實就係指頭先我講嘅嗰6個位置。咁但係呢部機咧，為咗方便大家使用咧，呢部機咧其實6位嘅最方便嘅設置嘅方法咧，其實就係咁樣啦。將隻錶咧先倒轉啦，放入去呢個測標儀嗰度。咁放入去嗰陣時咧，其實就最好將條錶帶咧都捲起佢啦，個錶帶下低都輕輕捲起佢。咁將個霸的咧向住呢個拾音嘅裝置。嗱，呢個金屬呢個位置咧，其實咧就唔好有任何遮擋啦，唔好有任何嘅物件可以阻隔住啦，直接掂到呢隻手錶嘅霸的。咁大家可以睇下，近少少，大家見唔見到粒霸的？而家就係直接掂住呢個收音嘅裝置。咁而家呢個12點位咧就喺呢個位置嘅，隻錶嘅12點位喺呢個位置。咁我哋咧就可以開始咧呢個測試你手錶嘅工作。咁其實就6位嘅測試咧，其實咧就係包括呢6個位置。頭先我講嘅個玻璃向上啦，錶面向上啦，6點位、9點位、12點位、3點位，跟住就係個錶底向上。咁呢個咧就係一般6位測試嘅順序嘅方法。咁我哋咧就可以開始撳。咁每一個位置咧，佢會測試28秒嘅。咁為咗方便起見咧，咁我就先撳着咗呢個裝置先。咁佢會測第一個位置，即係玻璃向上呢個位置。咁佢會倒數嘅。咁喺測試嗰陣時咧，我哋咧就唔好去接觸呢隻錶。咁佢嗰個自動嘅感應咧，就會測試到嗰個錶本身嗰個震頻啦，每日嘅走時嘅快慢啦。嗱，個 amplitude 咧，不過有一個位置要留意，但係如果佢個 amplitude 咧，如果我哋呢個 lift angle 調校唔正確的話咧，咁佢就會嗱，而家要轉第二個位置啦。你咪跟翻呢部機，佢有俾時間你倒數嘅。咁呢個而家就測6點位。咁呢隻錶咧6點位就喺呢個位置㗎。咁而家係會測試第6點位。咁記得咧，我哋喺測試嗰陣時，我哋就唔好有太多雜音，因為佢呢個機咧都好敏感嘅，佢會接收到其他嘅雜音。咁或者我哋都重溫一下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哋喺咁多集啦，除咗Alarm Sona 啦，咁我哋其實亦都有介紹過其他手錶啦，寶璣啦，寶璣有介紹過呢隻沙皇嘅鬧鐘錶啦，同埋呢一隻 Marine 啦，Marine 呢隻係好啦，跟住就轉另外一個位置，呢個就係9點向上。而家呢隻錶9點向上嘅位置。另外，我哋之前有介紹過，除咗朗格之外咧，有介紹過德國嘅 Glashütte 啦、原創啦兩隻啦嚇，一隻咧就係我好中意嘅 70s 啦，另外一隻咧就係佢哋嘅參議員系列啊 Senator，叫做 Senator Observer，咁有好似雙眼框佬咁樣嘅嗱，咁跟住咧就轉第4個位置，呢個咧就係12點位向上嘅位置。
咁大家都知道我好中意德國錶啦，同埋我好中意藍色啦，好中意方形嘅錶殼啦咁呢個其實就所以咧我都對方形嘅錶咧，尤其是可能之前我介紹過嘅江詩丹頓啦，呢隻 Harmony 5000S 咧，其實佢都係屬於將以前30、40年代咧，佢哋一啲就叫做 cushion 型嘅手錶咧，已經又要再轉咗個位置啦。咁呢個咧就係3點向上嘅位置，呢個就係第5個測試位置啦。咁呢個江詩丹頓嘅酒桶型呢隻 Harmony 5000啦，玫瑰金啦，配上Lemania 嘅upgrade 咗嘅機芯啦，咁就呢一隻之前都介紹過。咁你我就介紹過Breitling 啦，Breitling 嘅雙眼 chrono 啦，呢對熊貓即係用 B01機芯嘅計時碼錶啦。咁亦都有介紹過咧伯爵啦，咁伯爵咧其實我其中一隻咧好中意嘅，好經常戴嘅咧就係呢一隻啦，好舒服嘅逆流系列啦嚇。咁最後一個位置咧就係錶底向上，咁呢個而家呢個第6個位置。咁呢個逆流系列咧，其實最好嘅地方咧就係佢佩戴嗰陣時咧，因為個錶帶咧其實係可以個錶扣咧其實隱藏喺佢嗰個錶面，咁所以咧佩戴咗之後咧，其實咧佢就好貼手喎。咁成隻錶咧，好似一個 bracelet，好似手鏈咁。咁呢個設計咧，呢個6位測試咧已經完成咗啦。咁大家會睇到咧，Alain Osona 咧，我攞翻出嚟啦嚇。喺佢大概如果你睇嗰個 Power Reserve 嘅顯示啦，其實大概上年上到7-8成滿到嘅啫嚇。咁根據官方嘅指示咧，咁其實咧佢呢度跌咗一格啦。其實佢呢度 total 有4格啦。上次我都解釋過啦，佢4格其實分佈唔係好平均嘅。咁其實大體嗰個動力儲存顯示嗰度咧跌咗一格咧，就大概係20% 度啦，20或者25% 左右。咁就係佢喺8成上半年嘅情況之下咧，佢個 amplitude 咧最高都可以上到275至279咯。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理想嘅、好健康嘅動力儲存嘅顯示啦。咁即係代表隻錶咧都基本上都幾健康嘅。咁不過咧就喺嗰個每日嘅走時方面咧，可能咧就我冇乜經常戴啦，咁啊亦都因為佢唔係可能經常平放咗喺度啦，咁變咗我覺得佢嗰個走時方面咧就始終因為佢個錶齡比較舊少少啦，已經超過10年嘅錶齡啦嚇，咁有10幾年嘅錶齡啦，咁就佢嗰個日差咧，其實個差異都比較大啲嘅。咁amplitude 咧，其實嗰個幅度咧跌幅咧最多都係跌到係200幾咁樣啦嚇咁。咁如果係上半年咁嗰隻錶咧嗰個走時啊，同埋嗰個 amplitude 咧嗰個量度出嚟嘅數據會好啲嘅。咁至於個 bit error 咧就個誤差咧就好理想啦嚇。咁代表嗰隻錶其實應該喺個軸心啊、軸承啊，或者係本身嘅個工藝設計方面咧，都係一隻好高水平嘅德國製嘅手錶啦。咁呢隻真係我一隻好中意嘅手上鏈機芯Alain Osona。呢個就係6位測試嘅一個基本嘅示範。咁一剔過，完全冇刪剪。咁其實仲有一隻我手錶咧，我其實都好中意嘅，而亦都可能會喺下一集講嘅就係 Cartier 啦。因為 Cartier 咧，